離票。大埔冰室街坊至外鋪，全亞洲最正玉炳翻舊標稱。大師傅手作春心冇得撈，手工響到肉質夠晒彈，後身多汁香到灑那哩哩，識食嘅手足個個話頂過過，味炸彈真係冇得彈。大件夾抵食街坊實在鍾意佢，肉厚汁多香口到鼻，隔離嗰條街細鐵巴士總站，行兩步就到，真係好方便。同類輕敲歡聲笑語氣，一碗熱飯暖透過肚，真材實料從來冇得輸。